另外，當來看咱南投一台載菲律賓遊客這個中型的巴士，昨是要去合歡山看這滿山紅，結果說因為這天氣無介好，佇個第14線埔務公路79公里迄段呢是摔落這2公尺深的山坎，車頂16個人是吊傷送病院。警方調查這駕駛是無食酒嘛無食毒，也毋過伊煞無大客車的駕駛執照，所以準備依法甲伊告發。畫面中，當日落雨，天氣無介好，消防人員甲受傷的人刷到2橋要送醫。事故發生佇初七尾暗仔，一台中型巴士載菲律賓的遊客去合歡山看杜鵑花結束要落山，規台車煞佇南投第14線埔務公路79公里路段摔落2米深的邊坡，造成駕駛甲乘客攏總16個人吊傷送醫，其中有4個人傷勢較嚴重，也在大醫院。加護病房那一位的話，顱內出血那一位，他的出血不多，可以觀察，好。那目前不需要手術。那另外那一位的話另外那一位是骨盆骨折，那個是要手術的，但是大概要等1-2天，要確定血管沒有 delay 的一個受傷才會去做手術。繼長江翠北警方也繼續佇現場調查釐清事故原因。特別注意的是，消防局表示，第一時間接到通報是菲律賓旅客一滴飛行電子設備感應到車禍衝擊，自動卡予119通報的。後續警方經過調查，確定現場的駕駛無食酒賽車嘛無毒駕，也毋過說無營業大客車的駕駛執照會依法的告發。經調查，張姓駕駛無毒駕及酒精濃度反應，未持有營業大客車駕駛執照。警方將依法告發，後續肇事原因由警方持續調查釐清。那我們初步研判是因為駕駛他天雨路滑，在這個下坡陡彎處他自己車速過快了，而且他可能對這個路況不是太熟，所以才導致目前這個事故。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若無駕駛執照去駛大客車，汽車所有人甲駕駛分別會當罰4萬塊以上8萬塊以下，然後當場保管車輛。警方嘛提醒講，南投山區這幾日攏在落雨，所以駕駛都要注意車速，維持安全距離，避免發生危險。記者盧尚珠、洪英秀、鄭俊佑台北南投報道。